国科会中科管理局为着要协助台积电厂区的扩大，征收中科2期的用地。今日地主出面抗议讲，指控讲这土地刚划入去了后，这开的价数煞无到行情的一半。中科管理局嘛表示，一切是依法行政，会继续来沟通。 70公尺长的抗议布条，就挂伫咧台中市东大路甲中科路口，控诉中科管理局削价强征民地。两位地主5号召开记者会，批评中科扩建2期计划，政府已比市场行情更加低，每一坪8万块来收购因的土地。那差很多了。现在周围的市价有那个成交价都10几万了。对啊，他们要用8万多把我们征收，我们怎么可以同意？ 老先生1400多坪土地就伫咧东大路甲中科路口，伊批评同款是都市计划区农业区，市政府拍通工程所征收的农地，协议价讲每一坪使达到34.1万块，找估计师评估家己的土地应该有每一坪15万的水准。另外一位地主偌小只的3400坪的土地，8年前就以每一坪9.5万块买来做大型车辆的停车场，不满即马向以歹价强行征收。 我们的土地非常有价值，在林东大路。那当初105年的时候，我们用市价9万5，也有实价登录去购买这块土地，讲不出话，真的是很难形容，这是我们的心情啊。公务机关我们必须要依法行政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依照每一个地主的期望，所以这中间产生的落差，我想是各自的认知的不同。我们也跟他们坦白的讲，说你们这个价格，我们可以在往上调整的空间多少？那 他们的要求的期待跟我们目前还有一个落差。中科管理局强调，2笔土地拢有请2间估价师事务所估价，用着处理过程一切依法行政。目前协议加固阶段已经取得预定地95%的土地，会持续跟2位地主来沟通。公告征收期间，地主会使向台中市府提出异议。不过，若是双方犹原有意见，14号公告期满了后就会强制征收。记者台中报道。